今仔日有去甲翁摕伊车的衫裤，因为伊的裤甲伊的迄叫内内伊的背心吼，拢有破空，就去补的，互人车的。拄仔去摕，摕的时阵就甲头家娘有讲一寡台语。虽然我嘛讲一直赶时间，因为暗时的时间可能就较代志较济，8点搁爱上课。但是其实我嘛是会惊讲，我讲网站迄时阵雄讲无好，人会甲阮问无，讲你台语讲无啥好，安怎？毋过这就是一个过渡啦，就是爱家己爱勇敢。我嘛定定咧想逐个拢讲华语，因为诚方便、诚习惯。要表达啥，就定定就知影讲爱用啥物华语来表达。就亲像讲，我即马想要伫手机拍字我拢想讲用台语拼音，但是我变讲我爱查，因为我无识，我就每摆拢变做因为爱诚麻烦，搁爱先去查，搁照拍安尼。所以我就变讲，我上爱就是伫电脑有注音，有华语的注音，就用迄直接写。像我嘛是会去找一寡较方便的代志来做嘛。所以讲，诚济人就惯势用华语来表达伊想要讲的物件，其实是人拢是安尼，拢会分段啦。拢方便就好我家己拍字嘛是用我上熟、上方便的变讲我台语拼的拍字的拢无啥物进步。讲叫我去看台语的歌词还是讲有一寡人写文章有拼音我嘛无啥爱看，因为毋是每一个字拢捌。我若毋捌，就是爱去查，就亲像讲查字典安尼。就亲像讲以早阮读册的时阵，若是原文的册，变讲每一个英文我程度较无好的，就爱去查。查2、3个就感觉足烦的。上爱看当然嘛是中文无就是中国迄简体字，就是变安尼。所以这就是人，我就毋免去讲别人为虾物不爱去学啥物拼音不爱学啥物汉字去甲人批评为虾物大家就想讲用华语讲就好白晓的词嘛毋免去想空想芳，就用华语去讲就好其实我家己嘛有即种心态亲像讲我最近耳机放无去，我嘛懒死去找。其实我嘛是安尼的人，但是咱就会去要求别人，希望别人较拍拼今仔中昼嘛诚好，有一个 Clubhouse 的澳洲的网友，伊差不多50通岁，伊就讲会当练习台语无？嘛用赖紧甲伊讲的，因为中昼嘛会当自由讲，毋惊别人讲话。我就想讲，其实就是这对象袂歹就是伊嘛真正，伊讲伊自细汉是拢讲台语，但是一寡台语的词可能拢囥伫
头壳内底，但是拢无家己提出来用，所以伊想讲，和我讲台语的过程中，伊就会使提出来用，就会使记伊对台语的记忆会当慢慢恢复。伊甲我共款，就是想要学台语的人，想要使用台语的人，所以讲咱两个就是较投机吼。若像讲我找阿姨去练台语，阿姨其实台语已经诚好啊，伊嘛毋是讲感觉讲爱去教人讲台语有一寡成就感，伊嘛毋是即种想法。可能就是和我会当讲一寡政治啊，无就看我讲真可怜安尼陪我练练的。咱若是找着的对象会使讲拄啊好符合咱家己的需求，当然是诚好。但是这世间就是无一定会使遐拄好，就是爱看互开，毋免去强求别人。我家己不爱去找迄车衫的头家娘去开讲，买物件我就去怨叹迄店员，讲奇怪，哪会讲华语一直讲？我嘛是真笨蛋的一个人啊！我哪会不爱想讲，为着爱加讲台语，我就去一寡会晓讲会和我讲台语、用台语开讲的店。为什么我拢讲我家己毋免去加走几个所在，就想讲得到认识的机会。这我嘛实在是较笨蛋啦。我这心态嘛是讲爱去改变，莫去甲人勉强。若看到别人一直希望我讲华语，伊嘛讲华语，这就像讲有我家己的心态共款啊。想讲用注音来去拍字、去交流，安尼我嘛看较有。若有人用台语啊，还是讲台文啊，我嘛是爱有诶看无啊，可能嘛我嘛会想讲若大家拢讲中文、写中文偌好诶。所以讲家己拢有即种心态，就莫甲人勉强。早起诶时阵，昨暗时我拄啊好伫用台语诶日记因为我著听演讲听甲有想法啦。拄啊好翁转来讲我哪会一个人伫遐是讲电话嘛，一个人伫遐讲台语。我著甲伊解说啊，因为无想要互伊想伤济，讲我是毋是搁和什物伊毋知影人抬杠啊？我著讲无我一个人伫练啊。伊就感觉讲我真可怜。阮翁就讲你哪会不爱去找恁爸爸妈妈练啊？你会使敲电话互因啊。对啊，就是讲，若讲即摆就是一切就是较自然啦，就是会晓有人当时有诶是会使互你加讲两句啊，伊感觉袂要紧，就是我著加讲两句啊，安尼伊诶人著较好。有诶人就是较龟毛，伊著无爱安尼。伊想讲你无停用台语，你是要创啥？我嘛毋免甲即种人勉强。安尼我诶世界较会讲，毋免讲一直去求别人，去强求，去要求别人，安尼伤辛苦啊。我今仔日有开钱去买一个软体，因为我看YouTube 啊，本来吴乐天啊，伊本来是讲迄个伊可能真头家、旧头家。即摆因为无啥物台语的内容是诚好诶，就是有一个转去啊啦。即种台语的文化是转去啊。有一寡讲甲拢是
道理的物件嘛无啥物有路的效果，后变讲迄个人就搁甲五路天宫聊天恁的故事搁摕来搬，搁囥一寡伊即马需要的广告，安尼无本的生理。一开始伊是囥一工，搁甲伊刣掉，过长工搁囥新的。伊即马可能毋知想啥，伊就用直播。YouTube 的直播，我发现讲，直播我真正无法度像以前安尼，用一个线顶的服务，就甲伊转成一个 MP3 的档，因为我想讲会使定定听嘛，因为进前去找五路天宫聊天顶实在是恶找。旧的有啦，新的就真正无，我就看着。电台讲要卖聊天顶广告，结果去联络嘛，讲无呢，无伫卖，我嘛毋知因是咧创啥。变做我就去买迄个软体，讲直播的时阵啊，会使用录的，就是一边放 YouTube 一边我家录起来。其实效果嘛袂歹，我就想讲，这就是鼓励我会使听台语。虽然讲有时阵听无一定会专心，无一定会家记起来，但是就是讲，逐工去累积啦，一摆两摆记袂牢，就加听几摆啊。听的好处就是讲，就去听一寡。迄代人讲台语，讲较无受着华语的影响。加听其实嘛毋免讲，要学啥物上顺的台语，上古早味的台语嘛毋免上遐济。我就是讲，至少就是讲，伊较用台语来表达一寡事，就毋免讲像。听即马的人，就是一半台语，一半华语，变讲永远都毋知影讲，像迄叫丁都，丁都永远就是会用华语去直翻的方式，所以我除了听一寡新闻，台语新闻啊，伊就会甲一寡新的名词啊，伊就想办法甲伊翻做台语。除了这，我就是看听古早的物件，因为古早就台语就讲较少，不都听80几岁人来讲台语，其实袂歹啦，因为伊迄拢老伙啊，拢口音入来，然后对政治啊有兴趣，拢支持民进党。虽然因就是讲无去分析，无去讲做用一寡角度拢共款咯。像阮老爸共款，甲阮老爸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就是好处就是因讲的台语就足顺的，用台语去表达。所以我就会知影讲，我想要追求的是啥？有一个目标，其实真正感觉无共款。你就袂讲对咧玲珑西，就讲捡别种物件牵去。像迄 Clubhouse 啊，有一个我定定。住伫遐房间的，就是会有时阵会讲，啥物人较受欢迎啊？啥物人较好咧啊？啥物人安怎替大家排斥啊？啥物会受着即种物件去牵去？但是我只要想清楚讲，我就是来去学因的台语，有机会就加讲，安尼其实嘛有人伫遐是要谈恋爱的，每一个人的目的是无共款的。无共款的目的，就是有人会较伤心啊，因为你讲要谈恋爱，去伫遐交足深的感情，甲感情交出去，就难免会拄着一寡就是伤认真啊，伫遐可能较袂合啦。我若学台语就是较好，因为我着足单纯的。伊讲台语，我着听着
感觉讲这个人是好人，讲台语。啊，这个人虽然讲华语我较无听，但是我嘛袂甲人怨恨啦。就是每一人拢有家己诶想法。我著时间就是排足甜诶，足甜拢是想要好好学台语。想讲这台语就是豆豆学，较认真诶，就是我拍字就是尽量用台语拼音，因为伫学台语诶过程中间，我有发觉讲，你若讲去讲诶机会，其实即摆有一个基础真正要讲嘛是会当用日记，后去练我诶日记。这是家己会使成长诶。但是讲迄个发音发音诶问题，就是真正讲讲一句话上好，就是有知影讲伊诶拼音是安怎拼呢？就亲像讲，本来我华语我中文无标准嘛，我因为学着注音输入法，迄当然就是因为迄个时阵网络开始起来我阁爱写小篆即马着中文的音我是发较准，因为每一个字我拢有办法想着讲伊的拼音安怎拼。拼音其实就是一种发音的方式变讲我着这部分爱较认真拍拼。其他其实我着会使加听，我嘛毋免甲人争这争迄，其实毋免因为我若是要听的话，我着安尼互人讲，我来听就好若人开始讲华语，我着转房间无我着来听广播电台拢毋免去勉强嘛，毋免讲去生气创啥。若像讲，本来我参加赖有一个社团，迄秀智老师伊就会较有意见，讲你发文袂使讲拢拼音因为有人安怎。其实迄嘛不要紧，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家己练习，就是爱家己较拍拼，就讲我嘛会使家己去一个家己的赖只要讲我愿意拍拼我就加用日记来写，用台语拼音来写。豆豆若讲有一个程度，就较后壁就较顺利。但是我这一直讲无去做用心去经营迄拼音到即马拢看甲哩哩啦啦，看无啥有。叫我家己拼出啥物台语，我可能嘛无法度，就真一个字两个字会晓拼尔。所以讲，其实这互我家己的想法，就是讲，拢是爱靠家己，就是莫去讲希望大家斗牵心斗体谅。我即马要学台语安怎？这就变讲我昨听演讲讲的就是讲这世界无可能每一人就是为着你去改变这毋是讲大家就为你说所以讲爱家己去调整，一个上好的位置其他都毋免去想伤济，毋免去期待别人讲伊怎会爱安尼讲伊怎会安尼看我袂起今仔我伫 Clubhouse 阮迄房间有人就讲伊一个月伫高雄，一个月薪水是90000。一开始听我嘛想讲哇，原来有人薪水遐好，安怎？但是即马想的，就是讲这就是一个考验。考验就是讲，大家拢会想讲去追求讲食好、做辛苦、薪水阁做悬，阁受人尊重。若家己无法度达成，就会去牺牲别人。这是我以早定定就会安尼，就开始牺牲其实拢毋免，就是讲，甲一切物件就是
到家己的世界。像我对我来讲，其实趁济趁少，其实都是一种贪心尔啦。逐个拢嘛希望家己会当趁诚济钱啊。咱毋免用趁偌济钱来变讲家己囡仔感觉讲家己即马有好无好，即种标准其实即种标准其实真正毋免，嘛毋免讲啥物人啊，伊的个性较受欢迎的，伊人诚好，逐个拢会挖过去遐。其实我会当看到这现象，讲有的人就是每一项拢照顾，迄当然啊，就是有即种较好的人。我无一定讲爱变成安尼的人，对我来讲就是讲，我就是面对我家己，像我即马讲日记嘛是去探讨我家己的内心，毋免去期待讲明仔载这个人若会当改变想法，安尼偌好咧。就像做好笑就是韩粉啊，韩粉就会讲这民进党的伊哪会毋知影讲民进党偌黑偌歹，伊若会使甲醒就好啊。民进党的人嘛希望讲即款瓜粉啊，瓜分摕瓜粉，伊哪会无醒起来，哪会遐讲？逐家拢伫咧期待别人醒起来，就亲像讲进前阮翁就诚讨厌政府，伊就是讲伊讲政治拢做垃圾，伊就想要知影讲这政府阁要变啥网。我嘛会期待讲翁会使有一天发现讲即马蔡英文嘛无遐歹啦，人嘛有做有心的，嘛是做拍拼，伫遐经营。我就是期待别人讲发现即件代志，我较会生气啦。其实拢毋免，其实一切拢是转来家己的内心，就是讲，我着去注意讲我安怎想，我安怎。着注重我家己就好，毋免讲去期待别人安怎想。别人安怎想，其实甲我家己无啥物，无啥物差别。这着亲像学台语即件代志。今仔日若讲台语，讲台语变讲是一个主流，每一项拢伫咧学台语。甲即马讲无啥物人伫咧讲台语其实嘛是有人伫咧学，但是无介济。这对我来讲其实无啥物差别。我若想要学，我着好好学，毋免讲诚济资源，诚济人，还是即马拢无人甚至讲我讲台语，别人讲你讲啥？我拢毋免去想这嘛，毋免去期待即种物件。我就是转来想讲，我要好好安怎拍拼，我嘛毋免去欣赏别人讲，这个人薪水是偌悬。其实你讲迄个钱，互我用，我嘛无啥会晓用，我着拢学袂开钱。就是讲钱对有一寡人是足重要，还是讲伊较会去经营，还是讲伊拄好，伊就是惯死因为出社会食头路，可能就是伊就惯死讲，这薪水就差不多安尼伊就认为正常，伊嘛无想讲伊有趁较济。嘛有一寡做头家、家己做生意的，嘛感觉足自然。今仔我嘛知影讲，每一项就是无共款，无讲趁济的人就较有价值。趁无够济的人就安怎安怎。我早会安尼去想呢，安尼变讲我就毋是一个诚好斗阵的人，因为我就会我就会去安尼甲人分官价还是安怎。我即马无一定讲薪水偌济，我会当家己控制，这真正就亲像讲小说，诚济人看，
还是无人看，这其实真正袂当家己控制。但是我会当控制，就是我的态度，我着转来我的内心，我的想法就是讲做平常、做事上的。讲有人趁济，有人趁少，有人台语好，有人台语无好，有人台语好，但是无重台语，会甲人嫌，有人安怎？这就是一种正常的状况。我毋免去投射，讲，就讲这个人去甲人口说，伊是毋是有一天会甲我口说？我毋免惊这代志。有迄个人甲看人袂起，伊会有一天都看我袂起无？这个人讲话足白白，有一天会对我嘛遐白白。毋免安尼，因为我若讲心足坚定，知影我伫做啥。伊讲啥，其实甲我嘛袂甲我影响。就是我即摆会当去做，就是甲我的心家好好修，修一个修行。别人安怎，对我来讲，都袂甲我影响。若讲定定以早就会安尼讲今仔听着一个人话好拄好厝内家己买几千万的厝搁安怎搁装潢安怎，转来就开始无欢喜无快乐。无就今仔听讲啥物人原来薪水会当遐悬我就是我已经诚厉害诚悬想袂到这可能伫阮 Clubhouse 内底我是排尾名，就开始心情无好。这拢是我无去修行，才会安尼。我今仔若修行，就是讲，这就做自然的有人济，有人少，有人较好，有人嘛毋是讲好甲歹，就是讲，都每一项就是无共款嘛。就亲像讲，我写会像吴乐天伊写伊的聊天顶就写甲诚好诚幼，伊嘛有讲讲，歹人伊虽然诚可学，甲主角的人上爱的人甲伊刣掉，但是其实嘛有伊的立场，伊有伊的角度。好人这边伊虽然是主角，但嘛毋是讲咱就是爱偏心讲其他人拢是歹人。就亲像讲我定定看阮 ABL 迄群组写的小说，因就有即种现象，就讲这人怎会歹甲安尼？这人怎会甲主角安尼，因为迷信，就甲主角安尼刣掉，怎会就足生气的。其实拢毋免，这就是无够这社会其实就是安尼，无啥物黑白，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立场。我若讲讲歹人好人黑的白主角还是讲对主角无好的人甲伊分甲清清楚楚，这变讲我的心就是会足惊嘛，惊啥？惊拄着歹人，惊拄着啥物，惊拄着白白的人，所以有人就会开始讲啥物人袂当入来，啥物人袂当向我讲话，安尼我可以避免讲我拄着一寡我无想要拄着的人，啥物观念的人袂当，我就不爱甲伊挖近。其实毋免安尼，因为我就是爱知影讲这世间就是安尼，有的人就是安尼想，安尼想的人伊有伊的好处。像讲阮 Clubhouse 的房间的主人，伊虽然就是会较有主张嘛，就讲这个人是会甲我就是可能较会讲较有一寡眉角角，但是呢，伊嘛是有阿萨利的所在，还是讲伊会甲你照顾。所以我即摆就讲，我就讲清楚，有时阵来房间，有时阵无去的原因，安尼写清楚，甲伊交代，就讲有注重即个所在，互伊知影讲，伊可能就会注重安尼就是讲，你每一个
我甲你当做家己人，你莫讲啊，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爱，做拢做凊彩的。我会做一寡交代，虽然我无法度像即寡人会使含伊讲话安尼，诚够讲话，讲话拢诚趣味，迄嘛不要紧啊。嘿，就是讲，我毋免讲想要做啥物真三名，想要讲做受欢迎的人，迄拢是因为我无去经营我家己内心的世界，所以我着懵懵表表，我着去追求别人感觉好的。我即摆就是爱甲这物件拢摕转来家己食。我都毋免讲惊讲拄着啥物人拄着对我态度无好的人惊翁甲我念惊啥物啥物，拢毋免，都亲像讲阮大家嘛，伊有时阵嘛会甲我念，但是我知影讲，我有我的世界，我转来厝着我甲阮翁安尼两个世界大家安尼念还是安怎，袂甲我影响着，我着做有安全感。我知影讲，伊念的，袂讲明仔载就变面，明仔载就煮饭我就袂当来食。我知影讲伊袂安尼。所以讲，我若讲甲即种精神，就是藏伫每一个人。有人就是嫌我台语无好，但是可能会算钱拢算着啊。有的人安怎安怎，但是伊一定有一寡对我有帮助的所在。我着毋免惊，毋免讲像迄写毕业了小说迄一般人，就是讲，敢若会当敢若会当讲即种有礼貌有安怎安怎的人，较会使甲家己有交叉，其他人就是上好拢莫交叉。安尼嘛毋免啦，因为安尼伤亲气以后若拄着着像我安尼白白的人，迄个时阵我有讲迄个作者，我本来做欣赏讲有勇气写迄恐怖的迄题材嘛。结果其实可能嘛是即种人，就是想讲我这态度我这写家己鼓励的方式，伊就会袂惯势啊，因为伊就是较惯势讲每一个拢是讲共款的话。这主角怎会遐可怜，别人遐苦哦。变讲伊着惯势，伊的世界着安尼尔。若今仔走来一个像我安尼的人，伊着宁可讲陪即种人，着亲像讲咱定定政治的立场着讲这个人若是讲伤我中国，我着不爱和伊做朋友，我着不爱看着伊讲即款话，一句我拢无想要看着。但是我袂当安尼做，因为我安尼做，就是我定定就是伫惊讲这个人会突然间讲一寡会甲我伤害的代志无，互我听起来诚无快乐，诚甲我刺激，讲伊薪水交办是安怎？我着会变讲着讲我甲家己保护起来，着变讲做脆弱，伤脆弱啊！变讲我的心就是无好好甲家己，会使讲无受别人影响，欣赏家己，对家己有自信。我着无去练即个物件，着亲像台语嘛，你嘛无去练还是讲定定思想思考，拢是讲主流的思想，主流就会讲爱定定食药定定看医生无代志拢会着眼睛若即种思想无定定甲伊摕转来讲，其实即种主流的思想无一定是对的。无转来家己的内心去整理，就是提倡对别人安怎讲，家己着相信，讲遐济人讲一定无毋对。我若无去练，就会变成安尼的人。所以讲，我若定定惊别人讲一寡话甲我刺激，我着
永远就是无去练一个讲别人讲啥拢袂要紧，吼。希望我就是会当定定去练，毋免讲定定想讲我薪水会当趁偌济，去练这薪水，去练英文啊，练啥，想讲看有法度，互家己薪水较悬。这是大家咧追求的，但是无人去追求讲，我会使做一个，吼，身躯边的人，啥物人拢有，但是拢袂甲我刺激着，嘛袂甲我影响着。吼，因为我咧内心足丰富的，足侪物件的，搁足有自信，足了解家己，我会使做即种人，嘿。